麗江最近嘅景點喺邊呢？問下身邊去過嘅朋友，幾乎個個都會話係玉龍雪山。作為麗江最出名、風景最靚嘅景點，如果你唔留神嘅話呢，蝕幾百蚊都係小事。直接提前結束假期先至係大件事。我係喺雲南做咗8年旅遊嘅廣東人，今日將遊客最容易踩坑嘅問題一次性講清楚。首先，玉龍雪山進山費就100蚊啦，一般都係現場交，特殊人群都會有減免。報一遊一定要問清楚有冇包含呢一個費用，唔問嘅話有啲商家哪怕本身包咗啦，亦都唔會俾你包。第二，南粵谷係唔會單獨收門票，但呢度有個坑，80%嘅遊客都會喺呢度踩坑。坐20蚊嘅景區大巴士一定要坐到南粵谷嘅下一站水月閣落車。如果你哋喺南粵谷就落車嘅話到核心景區仲有一段距離，就要花個50蚊嘅電瓶車啦。第三就係索道，一定要搞清楚，玉龍雪山係分大、中、細3條索道。大索道冰川公園140蚊，中索道牦牛坪65蚊，雲杉坪細索道60蚊，都係包含來回㗎。劃重點啦，大索道一定要提前3日時間去搶，臨時基本係安排唔到啦。能登頂雪山嘅話只有大索道，好多遊客以為買唔到大索道，可以坐其他索道徒步上去4680，呢一個係行唔通㗎。我建議嘅話3條索道揀一條就得㗎，因為玉龍雪山一遊返嚟嘅話好攰啦。第四，報一日遊或者係揾路邊拉客嘅，9成9下都係有購物點嘅，價格越平慳就越多啦。呢個亦都係玉龍雪山差評最多嘅地方。如果你冇揾到靠譜嘅渠道，基本上好難揾到純玩嘅精品，而且純玩嘅價格會貴成1倍左右。如果自由行嘅話最好就選擇租車啦。第5，亦都係大家最關心嘅高反問題，提前準備好氧氣。便利店嘅話大概就8到15蚊左右啦。上山嘅價格就唔講啦，大家心照啦。唔好聽人呃下，氧氣嘅成分嘅話全部都係一樣嘅。上山前一日最好唔好飲酒唔好捱夜保持好嘅狀態。早餐一定要食喎。雖然睇日照金山會好早，但係4、5點嘅早餐店已經開咗門㗎啦。再備少少朱古力可樂有條件嘅情況之下戴埋手套，仲有頸巾注意保暖啊。有人話上山之前吸啖氧氣就可以避免高反，但係我俾客人嘅建議就係路上可以食少少糖朱古力行樓梯喘到頂唔順啦，先再吸氧氣。我覺得氧氣係解決唔到高反㗎，只可以令你嘅呼吸道順暢咗啲。如果真係唔好彩嘅情況之下，真係高反啦，就開一支可樂，第一啖猛咁飲，大個1就舒服好多啦。如果仲係唔舒服過就立刻去醫院啦。呢套方法好多客人都試過，都超級有用啊。玉龍雪山遊玩結束之後一定要記住喎，尤其係我哋廣東嘅街坊返到客棧休息前2個鐘，千祈唔好就急沖涼喎。好多人都係落山之後先會出現高反。第6日一定要睇行程單，一定要問清楚玉龍雪山係安排第幾日。好多商家都會將玉龍雪山放喺前面，呢一個亦都係大多數人高反嘅原因。啱飛過嚟，身體仲未適應高原，行程順序唔啱亦都好容易高反。接下來嘅假期就冇辦法玩開心啦。第7就係索道停運。雲南風季，為咗遊客安全着想索道嘅會經常臨時停運，亦都要關注雪山嘅日常維護。景區亦都會提前發公告。如果真係冇上嘅情況之下索道票係可以退嘅。第2日再去情況之下進山費亦都唔使俾喎。注意，99%嘅人都會踩坑嘅地方嚟咯喎。如果第2日仲想入景區嘅話一定要喺遊客中心辦理第2次進山證明，不然嘅話仲係要額外花錢上去啊。如果唔係對登雪山特別執着嘅話我都收藏咗好多雪山腳下影相特別出名嘅地方，有古鎮咖啡廳仲有開滿鮮花嘅莊園，仲有雪山腳下嘅大荊花。
有需要嘅話呢，我都可以分享俾大家。好啦，時間有限，剩翻嘅刻呢，就留俾你哋喺評論區補充啦。祝大家喺雲南度過一個美好嘅假期。